西元9年，大齐皇帝元渊离奇驾崩，朝野动荡，爆发了惨烈的三王之乱。北夷国乘机南侵，大将军唐尧为远离朝政是非，自请北上抗击北夷。越明年，齐太宗元宇登基，改元嘉政，随即将二皇子元朗送往北夷为质，以封土之仪助军旅之费，签订两国和平盟约。你看这样怎么样？挺好的。过来看看，咱们兄弟可以怎么样啊？哎，听说了吗？我大齐二皇子要回来了，真的，这位可在北夷待了13年了呀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！来两个，多少钱一斤啊？几两？老板，正好这2位。哟，来了！谢了，宋伯。上。您慢走。大将军起步！大将军起步！不好！糟了！别怕，别怕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你没事吧？还好没事儿。什么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是二皇子快到白城了。好了，今天就练到这里，大家散了吧。不就是二皇子吗？来就来呗，给。二皇子当年去北夷为质，是因为大齐国力不济，迫不得已。10多年过去了，如今大齐国力如日中天，北夷迫于大齐的压力，这才主动示好，让二皇子回国。这白城是作为二皇子归国的第一站，这是白城的荣幸，更是大齐的强盛啊！可不要小瞧了二皇子啊！知道了，雨叔。雨叔，请品尝。哦，喏，你的。喂喂，我的呢？哎，你看你，这万一掉地上了还怎么吃啊？以你的身手，会掉地上吗？你吃，要还我！我吃。哼！我是给爹爹送早餐。爹。要入冬了，北夷人又在大量囤积粮草，边境上还有军队集结的迹象。这要搁往常倒也没什么，但今年不同。
说说你的看法。爹，你看，我唐军主力刚被调至禅城，北夷就开始在边境集结军队。这时候他们又主动将二皇子送回，把这些事串联起来想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像是有人在故意制造事端。没想到这丫头竟有如此心智，单凭这一点就已经远胜他哥了。爹，要不先吃东西吧？停下！殿下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尽快进城吧。近乡情怯，转眼13月。二皇子选的这条路线，事先只有咱们仨知道啊！这怎么还有人跟踪咱们？保护二皇子！撤！你们俩留下，其余人保护二皇子！快！上！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，又何必多此一举？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窝囊的活着。可这件事情也没那么容易。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这件事必成。可我就这么回了大齐，无权无势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你有大齐二皇子这个身份就足够了。我处理好这边的事情，就马上去与你会合。可是，怎么办？你们随我断后，让二皇子安全入城。得令。大家听好了，击杀元狼者赏1000金，撤呀！撤！北人又来突袭了，这帮蛮子还没完没了呢！看，他们冲过来了！啊！
去与二皇子会合。这。白城守将听令，大齐二皇子元朗奉旨归国，请速速开门迎接。大将军，城下确实是二皇子无误。那诸位就随老夫出城接应二皇子。不行，千万别开城门！婴儿，你这是……爹，您想想，北夷人真要杀二皇子，何必等到现在？可不开城门，二皇子若有个好歹，大将军在朝廷上就会受人一柄。爹，这件事绝对不简单，您听我的，实在不行就用绳梯拉二皇子上来。胡闹！那是皇子宗亲，岂敢用此等蔑视行径待之？爹，快看！果不其然，是北夷军主力。随我来。你也去，等二皇子他们一进城就赶快关门，记住，一定要快。明白。快放绳梯，后面有我们的人。拿弓箭给我。是。不能关门！啊！副指挥使还在外面。让殿下受惊，老夫罪该万死。大将军不必多礼。眼下白城东西北三面临敌，请殿下换马，由北向南穿城而过，至南门速速赶回洛邑。大将军何意？老夫完全是为了殿下的安危着想。关城门！得令。关城门！是，不能关。战事紧迫，还请殿下速速离开。荒唐！我身为大齐皇子，亦有守土之责，岂能临阵脱逃？殿下尊贵之躯，万一有个闪失，老夫百死难赎。大将军，住手！快住手啊！殿下，多有得罪了，大将军也是为了你好。嘿，上去吧。唐云，走！大将军，我不能走啊！不能走啊！老于啊，二殿下我就交给你了，务必送到洛邑。要不换个人去吧？眼下白城也需要我。此事非同小可，必须你去。白城有我，你不必担忧。可是，老于，遵令行事。得令。这个二皇子倒也不是孬种。唐允，你带人守瓮城大门，其余人跟我上城楼，准备迎敌。得令。糟了！傅大人，严重关押！哎呀，他怎么又回去了？老子跟你们拼了！气令你，让继续福音朝礼，共法应非忠孝，让天女入凡尘。
出马先来，法旨在。一统九州，万事同。雁领千军并万马，身披甲胄，无回头。为什么要听这个拖把式的女人鬼扯？不遵法旨，天必诛之。姐弟，长生天要北夷所有部族的勇士都听命于狼天女，她帮我们征服所有长牧草的地方，天诛所有恶毒的虫豸。天神庇佑，天神庇佑。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啊！嚯，真厉害呀！怎么了？别管我，他们上来了。300步，弓箭手听令，万长劈突羽箭。高闪的，距离敌人这么远，快走！不准后退！很明显，这次是有备而来，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啊！再向朝廷800里加急求援，得令。这北夷人几乎是跟着二皇子来的，二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。恰好此时朝廷又调走我军主力，难道这也在北夷的计算之中？陛下，白城守将唐尧多次送来紧急军情，北夷人在边境上大量集结人马。唐尧大将军请求将2万唐军主力回防白城，请陛下圣裁。调兵回防暂且不论，这北夷人在边境集结，照唐尧的意思，是北夷人一边送二皇子还朝以示友好，一边又对我大齐开战，自取其辱吗？启禀陛下，唐尧镇守白城多年，一向忠君爱国，对北夷的情况也最是了解。臣建议让唐军主力回防，以策万全。御史大夫好一个忠君爱国！3王之乱时，唐尧不遵陛下的号令，他忠的是哪个君？他拥兵自重，爱的又是哪个国呀？左相何故攀扯？3王之乱时，唐尧虽有自保之嫌，可他始终没有不臣之心呐，不可因此贻误战机。贻误战机？白城可有战事？右相不要谎报军情啊！袁启，你怎么看？禀父皇，唐将军自有其为将之道，我们不必猜忌。
朝廷自有法度，臣民皆按令遵行。既然事有乖谬，儿臣建议派使节前往北夷打探虚实，再依时而动，依势而为。那就依大皇子之言，礼部着手准备吧。元郎这几天要回来了吧？朕有10多年没见这个儿子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狼天女上人，飞渊已准备妥当，请示下。上！直将军，现在白城危在旦夕，既因我而起，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啊！殿下，我实话跟您说吧，大将军就是认为白城守不住了，这才让我送您回洛邑的。什么？朝廷一直对唐军有所猜忌，借着构筑第2道防线的由头，故意把唐军主力调至禅城。现在的白城形同虚设。放肆！此话乃死罪。事到如今，什么罪都无所谓。末将把殿下送到京城之后，也没打算独活。既然你连死都不怕，那你即刻回去告诉大将军，让他务必坚守待援。什么？我这就去禅城调兵。调兵？没有朝廷的虎符，私自调兵是死罪啊！你且回去，有任何事都由我这个皇子来承担。走，去禅城，撤！开始吧。飞渊继袭，天佑北夷，天佑狼天女上人。求求你，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让你再离开我。傅大人，这是……跟我来。什么人？
你没事吧？想跑没那么容易。这是……小心！长生天赋印，这么狠？这感觉既陌生又熟悉。这些东西我……不好！将军，这里，还有这里。哥，有些不对劲。这是指挥大营、商议军情的地方。大将军，我是来汇报军情的。现在至少有几十名北夷人潜入白城了，我们现在必须要改变战法。就刚刚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带进来的？对，我和于安亲眼所见。那个叫飞渊，通过投石车发射，抛至高空，再展开双翼，利用风速阻力就可以飞起来，然后再将人安全送达指定地点。婴儿，你头痛病又犯了。爹，您相信我，敌人用的这个东西确实不属于这个时代。那依你之见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接战之时，我军主动放弃北门，退至瓮城内背门列阵，再以一师精锐偷偷从其他卫城绕出至北门附近。等北夷人进攻北门时，混进了城的北夷人肯定会跟他们里应外合。此时偏师冲出，重夺北门，在瓮城内两面夹击，一网打尽敌军。等天一亮，你和于安带人去左翼卫城，唐觉，你去右翼，等待我的信号。咱们一起实现这个瓮中捉鳖的计划。得令，得令。唐英，军令如山，没有我的将令，不得煽动。爹，进城的北夷军我会处置，决战在即，你不要分心。好了，去吧。全军披甲！爹，自古都是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父亲为何不调禅城主力回防呢？为得调令而擅调兵马，按律当斩。觉儿，你是想我们唐家满门获罪吗？军师成为手足，则陈氏君如负心；军师成为草芥，则陈氏君为寇仇。我唐家世代忠良，忠者也，故君臣，按社稷乃国之本。觉儿，这个忠字，为父希望你好好放在心里。孩儿只求父亲大人临机决断。当年三王之乱，让当今的皇上对我有了芥蒂，唐军也因此一直未得到重用。觉儿，这对你可能不公平，可谁让你是我唐家的后人呢？为父之所以死守白城，让你兄妹去守左右卫城，就是要为我们唐军留点血脉，将来才有机会让唐军重振雄风啊！爹，唐觉听令，坚守右翼卫城，即刻出发。末将领命。照顾好你妹妹。爹，多保重。怎么了？我感觉不对劲，于安。啊？哪儿不对劲？不对不对，我替他答应的太痛快了，他也没有和我约定大致的合击时间。婴儿，北夷人要进攻了，大将军还指望着我们按时到达卫城呢。没时间了，万一耽搁了，就功亏一篑了。哎呀，
走吧。大将军，敌军人马均有披甲，攻势效力不大，请示下。往城墙上泼油，防止北夷人登城。得令。等等啊，去把滚木雷石准备好。大将军。大将军！啊！你怎么回来了？大将军，二皇子说他去禅城调唐军主力回援，这样一来，白城就有救了。大将军小心！太好了，唐府那边都清理干净了。是时候使出杀手锏了。指挥使，咱们这是要干啥？我怀疑白城内有北夷人的内应。刚刚的鸣笛就是指挥信号，那怎么办？擒贼先擒王，去八家洲看看。好。真的将唐军主力调回来，我就是抗旨不遵，犯的是不赦之罪，到时候反而会连累唐军上下。可是这是二皇子一人所为啊！朝廷不会这么认为。老于，你马上去找二皇子，一定要制止他。快去！是。
此刻应该是史校尉过来换班。您是？少废话，快打开城门！我等要去瓮城支援大将军。啊！大将军严令不许打开城门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果然是北夷蛮子！杀了他！唐军誓死不退！不退！不退！大将军，末将前来支援。雪儿。小姐，小姐，快去禀报大将军，有军事。小姐，你快走啊！众将士听令，给我杀！唐军，你竟敢违抗军令！雪儿誓死与爹共进退。你呀，回头再跟你算账。你是谁？又失误了，看来刀还是没有火焰铳好用。杀了他！快上马，推进城里。骑兵在城内无法施展，你重新组织人手，跟他们相战。好。那爹你呢？我先拖住他们，随后就与你会合。快去！驾！天一亮，你和于安带人去左翼卫城，唐觉去右翼等待我的信号。不对，爹有危险！怎么了？婴儿，快，我们回白城。等等，可大将军让我们守左翼卫城啊！我们被骗了，我爹算准北夷人不会攻打这里。啊！但是回白城的路已经被北夷人封锁了，怎么回啊？从南门绕回去。二皇子，我等是受兵部调令驻守禅城，您没有兵符，我恕难从命。李将军遵守朝廷法度，有原则，无深表钦佩。但白城已是10万火急，你们就眼睁睁的坐看我大齐国土沦丧而无动于衷吗？白城高城深陷，有大将军坐镇，固若金汤，何来沦丧一说？我刚从白城来，那儿的情况，我比你们，比朝廷更清楚。李将军，咱们换个思路想想，如果我向父皇如实禀报，你觉得我父皇会眼睁睁看着白城危机而不发兵驰援吗？二皇子，
其实我们比你更想出兵，可是，李将军，我理解你的难处，我也同样理解大将军的难处。现在大将军宁战死，也不愿向你们这帮生死弟兄求援，就是不想因为他被朝廷猜忌而影响了各位的前程啊！以和报德，其必曰以德报德。李将军可愿随吾一同回援白城？攻城之后，我必奏明朝廷，定保全列位的前程。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来人，传我将令，大军火速驰援白城。看来确实是北夷部队已经攻入城了。李安，我们从西市绕到北门去。好。大块头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小魏将军，你没事吧？婴儿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几个群人在哪儿？还不赶快进巷子了！张青，你带婴儿先走。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能丢下你，要走一起走。小姐，元，你脾气还是那么倔。张青，婴儿就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誓死保护他的安全。确实不属于这个时代。你不是婴儿，你是……全歼他们，不留活口。
你这么能打，我倒是没有想到。你的婴儿此刻应该已经在下面等你了。你不想和他团聚吗？父亲，大哥，雨安、云舒，你们在哪儿？你是谁？这声音是……当天女上人都清理干净了。你们先撤。遵命。撤！撤！大将军！大将军！大将军，你为什么不下达调令啊？他就是令千金吧？大将军放心，我会好好照料他。您别说话了，当心伤势加重。是啊，大将军，您别担。大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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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将军。你怎么样？还死不了。快！来，从这边。二皇子，小姐，小姐，且慢，不要伤及无辜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你醒醒啊！我是阿莲。你家小姐身受重伤，得赶紧进屋疗伤。唐将军驻守白城，保我朝边境稳定10余年，如今不幸殒命，我等痛心疾首啊！好在白城失而复得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事了。多亏了二皇子及时赶来，解救了唐军和白城百姓于水火呀！白城经此一役，元气大伤。为今之计，兵部秦尚书可增派兵马，交给二皇子元朗，以便他巩固白城的防卫，以防北夷再次突袭。二皇子在北夷为治多年，是否有布防作战的经验暂不论。这北夷与我朝媾和多年，为何偏偏在二皇子还朝之时突袭白城，值得深思。白城此刻狼烟未灭，这北夷入寇之事难道还有假？陈大人何意？听你的意思，难道是怀疑二皇子和北夷有勾结不成？卑职作为御史的职责，就是将所有可能性都摆出来，不放过其中的任何可能性。唐尧战死，目前唐军群龙无首，二皇子与白城有功，唐军对他自然不会有什么威胁。此时让二皇子坐镇白城，可暂稳军心。臣以为军情紧急，二皇子在北夷为治多年，臣建议此时应尽快请二皇子回京备询敌军内情，白城另派其他将军领军即可。二皇子在北夷为治多年，
这次白城之战又立下大功，确实不宜再让他在边关受苦，应该回来接受嘉奖。两位大人，意下如何呀？左相言之有理，恳请陛下定夺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白城怎么样了？我爹呢？小姐，别激动，你的伤太严重了。你快告诉我。白城还在，二皇子已经夺回了白城。那我爹呢？我哥呢？公子下落不明，将军殉国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要回白城。这边，福克二皇子救了咱们。小姐，我们离开白城已有段时间，这个二皇子是敌是友都还不得而知。目前城内是否安全也难以确定，咱们先打探好目前城内的情况比较保险。有道理。那我们现在回去？对，回唐府。啊，唐府？对了，有没有找到唐觉将军的遗体啊？我们已经把城内能找的地方搜罗了一遍，并未找到少将军的遗体。傅大人，这是？殿下，这位是宣抚使廖大人。啊，廖大人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要不先进屋内喝杯茶，歇息一下。二皇子元朗，宁远将军李成接旨。大齐皇帝敕令，辅国大将军唐尧节制失度，只有白城之败，而黎庶死伤无算。赤道之日，夺其爵，裁撤唐军之号，更述为北庭边军，收归兵部节制。宁远将军李成宣知白城防务，二皇子元朗及时动身回京述职，致书如右，服道奉行。儿臣接旨。接旨。廖大人，白城一役并非大将军的过错，这样对待唐军上下，极为不公啊！殿下，以微臣之见，您还是早些回京面圣，再为唐军申诉，较为妥当。进来。小姐，我帮您换件衣服吧。
一夜之间，小姐身上怎是多了这个？你看到什么了？没看到什么。骗人都不会，现在才看出我不是你家小姐。因为你长得跟小姐一模一样。灵儿，小心！什么？那你家小姐平时对你好吗？小姐平时待我亲如姐妹。那不过是主子对下人的一种怜悯施舍罢了。不是，小姐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下人。想没想过做自己的主人呢？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，我能帮你恢复自由之身。如果不愿意，你会杀了我吗？你觉得呢？小姐，我帮你换衣服吧。这就算你的投名状了。以后做的不对，我可还是要杀你的。想不到，你竟然真和这唐家小姐长得一模一样。你真要留她在身边？是的。不行，这样风险太大。一个女人在这乱世之中难以立命，恰好有这样活命的机会，她当然要选择活下去。你懂吗？可我还是不太放心。殿下，唐小姐，大将军的下葬祭典马上开始。傅晨，殿下，有劳傅大人久等了，我们走。唐小姐不去吗？唐小姐身体有伤，且悲伤过度，大夫也交代，她目前的状态不宜再受刺激。殿下请。唐将军，一路走好啊！唐将军。大将军，承蒙关照，元郎定会为您讨回公道。您安息吧。李将军，少将军的遗体还是没有找到吗？回殿下，白城四周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找到。也许是在交战之时，少将军的遗体被火烧后，我们无从辨认。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他还活着。但愿如此。傅大人，李将军，父皇令我即刻回京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各位保重。殿下慢走。副指挥使，末将也先告辞了。将军赤胆忠心，许蒙此不白之冤。刘仲无能，只能敬将军这一杯酒了。改日待唐小姐伤势恢复，我等再护送她前来祭奠。他们都走了，小姐，咱们可以去祭拜了。爹，我定会为你报仇雪恨。唐小姐，晋骑司指挥使傅琛
特来问候唐小姐伤势可有好转？多谢傅大人关心，已经好多了。唐小姐，可否将白城一役的有关实情告知本使？请傅大人高抬贵手，暂时还是不要触及唐小姐的伤心事。等到了京城再谈也不迟啊。在下唐突了，请唐小姐见谅。听到没？车里那位是我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冒充小姐！等下，刚才与二皇子说话的人是傅琛，我记得这个人。二皇子回城那天，他当时杀了很多北夷士兵。那我上去问问。不要冲动。有天晚上，我偶然听到父亲和我哥说，皇帝派傅琛前来，明着是来接二皇子，实则是为了来调查唐军。现在皇上又下旨裁撤唐军番号，很有可能是听到傅琛的线报在做的安排，所以我们暂时绝不能被他发现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刚刚差点坏事了。出发。是腾云。张庆，唐府没了，你走吧，去追求自己的生活。走？不行，我答应了小鱼大人，要护你周全。你不用跟着我，这次搞不好我也可能会死。小姐作何打算？我打算去京城，为阿爹、我哥、于叔、玉安，还有那些为白城牺牲的唐军士兵，讨一个公道。好，张青愿誓死追随小姐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需要我。好，那咱们就去京城，搅他个天翻地覆。慢点。按照。怎么搞的？没吃饭了？耿镖头，耿大哥，抱歉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请托的说，就你一个人呐？没听说还有这么一位公子哥啊？请耿镖头帮忙。莫总镖头，兄弟们，这趟镖将由我亲自带队，押往京城，都给我精神着点。南北镖局，南来北往，镖行天下，一视同享，铁血同心。出发！你要来便来，他可不行。二皇子立了战功，眼下又即将回朝，我等该如何替殿下应对呢？无需应对。哦，愿闻其详。高祖皇帝早已立祖训，太子立嫡立长。左相大人。看来老朽来的不是时候，惊扰殿下会客了。老师，老师勿怪，吾也是迫于眼下形势，这才……恰恰就是眼下这种时候，你们聚在一起，就有结党营私的嫌疑，是大忌呀。那老师为何要在父皇面前提出嘉奖元郎呢？难道殿下
真不知老臣的用意。老师，您不是打算改换门庭吧？殿下，何故如此这般患得患失啊？这二皇子的功劳，满朝文武皆知，你为何非要在这件事上耿耿于怀啊？白城一事还有诸多疑点，就连皇上也需要等父臣回来才能知晓。你急什么？谁人不知那晋西寺父臣铁面无私？万一他带回来的消息对元朗有利，那我们岂不是推波助澜，为他人做嫁衣？不动如山，谋定而后动；栩栩如林，知止而后得。殿下，切不可急于争眼前得失啊！不争，难道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元朗一步步地取代于我吗？不争是为顾全大局。眼下若要跟元朗争，会让皇上觉得殿下你只顾权欲之争，不顾手足之情，只会适得其反。新到的一批江南上好的固主紫茶，学生不敢独饮，想请老师一起品尝。分茶摇盏之道，还请老师教我。小姐怎么还没好啊？从现在起，不要叫我小姐了，我们是兄弟，你是兄，我是弟。啊，这不合适吧？记住了，我是张英。啊，行吧。求你拿好。混入镖队是我们唯一能入京的方法。不让我们跟，我们偏要跟。走。耿镖头，这么热的天，来，给您解解渴。这可是南城有名的老干爹米酒啊，既解渴又解乏。哇，听说买这家米酒的人从早晨排队排到晌午，还不一定买到。爽啊！这你怎么弄到的？这小意思了。您要是喜欢，我下回再给您多弄点。哟，还能多弄点？嘿嘿，真行！你小子有什么话就直说。耿镖头，实不相瞒，我兄弟二人因在家里得罪了人，现走投无路，想去京城投靠亲戚，无奈又没有通关文牒，进不了城。如今只能靠耿大哥的面子，帮助咱兄弟二人加入镖队啊！嗨，我哪有什么面子？镖局是莫总镖头说了算。耿大哥谦虚了，这镖局好多事儿，还不是得依靠您来具体操办啊？嘿，你小子这马屁拍得舒服呀啊！哎呀，您放心，到了京城之后，等我投奔家里那位亲戚，我定会请耿大哥在京城好好享受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。行。小心！大哥，莫误伤好人呐！这二人一路上鬼鬼祟祟的跟着咱们，定是想图谋不轨。不是，莫总镖头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嗨，大哥，我还以为啥大事呢。这小子吧，想跟咱们搭个伴儿，一起去京城。这不，送了我一壶米酒，酒不错，不信你尝尝。真没啥事儿，我都喝了好几口了。不要再跟着我们了。我的老干爹呀！否则这把刀就会对你们不客气。我们走。啊，镖局不收咱们，这没有通关公印，咱们就去不了洛邑，怎么办呀？
大哥，这赶了一天的路了，兄弟们又累又饿，要不今日就在此休整吧？你看，大哥，您自个儿也饿了吗？既如此，那今日就在此扎营吧。你也饿了吧？你不说没觉得，你一说倒是真饿了。既然此路不通，那就换条道来过。什么意思啊？不错吧？来，大家先垫一下，一会儿咱们再搭帐篷啊。我是真不想动了。给。什么味儿啊？好香啊！给。好吃啊！表皮酥脆，肉质鲜嫩，香而不腻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！干什么呢？表都不顾了是吧？哇，好香啊！来，郑大哥，等一下。怎么样？确实是表皮酥脆，肉质鲜嫩，香而不腻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到如此的美味了。能卖一些给我们吃吗？那可不卖。卖给我们吧。张青老弟，你看这么大一头猪，你弟兄二人也吃不完不是？要不给我个面子，干脆分一些给我们，如何呀？可以倒是可以，但你们也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让我兄弟二人加入镖队，带我们一起去京城。啊？大哥，他俩真不是什么坏人，带上他俩并无大碍呀。是啊，带上他俩，咱们这一路上伙食就不用愁了。众兄弟莫急，让我来尝尝他俩的手艺，再做打算不迟。够凉了，再来块热的。以后你就负责镖队的伙食吧。快谢过总镖头。你就当个烫子手吧。多谢莫总镖头。弟兄们，大家敞开肚皮吃。傅大人，有您的密信。皇上命令我等先行回京述职。地图。从哪条道走最快到京城？从这里走直道，最多5日可达。好，即刻出发。是，大人。傅大人有急事，下官与殿下就此别过。殿下一路上多保重。傅大人请自便。走，继续赶路，到前面阳泉镇过夜。是，殿下。
怎么，是想去找刚刚那位傅大人吗？想去就赶紧，说不定还能追上。啊！阿莲不敢，阿莲只是有些感慨。感慨什么？命途多舛。你父亲如此，唐府如此，你也如此。背叛唐家的滋味，并不好受。这样吧，我也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现在就下车；二，继续跟着我。如果我下车，会有什么后果？你将彻底失去改变命运的机会。阿莲明白了。把那个递给我。好嘞，好嘞。张毅兄弟，咱们晚上吃啥呀？好嘞。包好了。怎么，大哥还是不放心这哥俩？搞不好还真是个雏啊！啥情况啊？你细想想，你可曾见过脸蛋这么细腻、下巴这么尖、还没有喉结的男人呢？哦，大哥，你这么一分析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啊。是不是那么回事？试探一下就知道。你先弄着，我去方便一下。大哥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你是要过去吗？那我帮你。别！快拉我出来！哦，好，那我过去了。反了！从刚才的方向了。哎呦，大哥，你等会儿，我肚子疼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我马上就好。哎呦，你别走啊！能不能先把我拉出来呀？张英老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哥，太好了，快拉我一把！大哥，还真是啊！就刚刚我摸他手的时候，虽说有些老茧，但铁定是女人的手。今天晚上你就这么做。这样，听明白了吧？阿莲，快把备好的纸给我。小姐，给。真是麻烦，怎么连个马桶都没有？马桶是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跟我这些天，你觉得我跟你家小姐有何不一样？如若不说话，你们2人并无差别。只是什么？小姐虽然活泼，却还是女儿本色。你沉稳持重，杀伐果决，更像个男人。明白了。哼，果然，唐英就是另一个我。你先下去。
狼天女，抬头看着我的脸，传令下去，按我的这张脸会形找到唐英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遵命。莫总镖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估计是来劫匪了。啊，有劫匪？啊，对。我怎么听着像是耿大哥的声音啊？是吗？怎么了？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吧？哎呀，耿镖头，怎么是你呀？我还以为是劫匪来了呢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是我，你怎么还拼了命的往死里打呀你？抱歉，可耿镖头，你大半夜跑我帐篷里干什么呀？要来，您好歹说一声嘛，我肯定会备上好酒好肉候您大驾，您也就免得挨着一顿打了嘛。您这，嗨，我出来撒尿，回来的时候走错了，行了吧？哎呀，真是的，回去走了。对，就是他。等一下，啊，那是附近的山贼。让他们先动手，等两败俱伤的时候，咱们再……小姐，下次下手轻点儿。他自找的。右下嘴！兄弟们，给我射！大家不要慌，每个镖车留一人护镖，其余人跟我上。我刀呢？谁拿了我的刀呀？镖头，接着！听我说，谁真先亲我？我的妈呀！都给我住手！不然我就割了他的脑袋！大当家的，都家的，没事儿，兄弟们，他不敢杀我。你试试。这位好汉，有事好商量，有事好商量。叫他们放下武器，双手抱头蹲下。快！按他说的办，按他说的办啊！当家的，这个呢？为啥当家的冒充？小心！
这做什么？快走，不能让他发现我们！大伙快撤！想跑？跳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那边，慢点。30、32，没让我。小心。大人，快来看，有北夷人。明明这里有2人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前有白城因北夷内应破城，现有大齐境内又出现北夷人，种种迹象貌似都跟唐家军有关。这也跟唐家军有关？应该不会吧？情况比我们预计的要复杂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走，我们赶紧回京。是，大人。驾！你不是婴儿，到底是谁？你这么能打，我倒是没有想到。不要！小姐，这头痛的老毛病又犯了。等到了京城，咱们找个大夫给看看吧。没事，只是做了个噩梦。昨晚傅琛他们过来之后，又发生了什么事？别提了，现在傅琛就怀疑咱们唐家军跟北夷人有勾结。什么？没事吧？好你个傅琛，不分是非曲直，等到了京城，我一定找你算总账。你确定要这么走下去吗？再往前，可真就没有任何退路可言了。按原计划行事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亏了这一天，我复盘推演多次，绝无差池。臣礼部侍郎周安，恭迎2皇子回朝。恭迎2皇子回朝。儿臣自幼赴塞外为质，无寸功于大齐。今日蒙圣人隆恩，重睹天颜，儿臣备责蒙羞，无以为报。唯愿父皇鸿福齐天，万寿无疆。承蒙诸位大臣厚爱，元郎不胜受恩感激。白城一战
二皇子可居首功。右相大人，二皇子回朝这么大的事，礼部尚书居然没有亲自到场，只派一个侍郎迎驾，殊为不妥。右相大人教训的是，殿下受苦了。右相大人，回来了就好。好，老夫陪殿下入城。这右相的意图也太明显了吧？是啊，这等于就是摆明了支持二皇子。哎，嘘，你们小声点儿。前面就是洛邑，晋其司势力庞大，咱们可不能硬闯。谁说要硬闯了？这回就听你的，咱们低调行事。货呢？钱呢？银两分毫不差，货物完好无损。才子，交个2清，期盼下次会过。告辞。1负2，有点意思。陛下，白城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依你之言，唐尧的死是因唐军主力被调走所致。臣不敢妄言。破城当日，城门是从里面打开的，可有此事？确实如此。明日早朝，你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将白城一事如实说出来。下去吧。臣遵令。去告知二皇子，让他明日参加早朝。是。这里人多眼杂的，你不是说要低调点吗？哎，也不管那么多了，咱们先进去饱餐一顿再说。这怎么样啊？起开，小鬼！可怜我们吧，贵人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！好吧，不然打你啊！起开，小鬼！来，拿去买吃的去。都有。谢谢贵人，谢谢贵人。一看就是个粗俗愚昧之人。再见。拿好了。
嘿，楼下大厅已满，二位爷楼上请。确实是好酒。哎，二位想吃点什么？这样吧，你家的拿手好菜各上一份。好嘞，二位稍等。哎，菜来喽！嘿，水盆羊肉、白水鱼炖豆腐、酱肉糊饼、金玉荷包蛋、醋溜芹菜汉宫旗，菜上齐了，二位请慢用。真是两个土包子，一顿就要吃那么多。行了，吃你的吧。你吃啊。钱在哪儿去了？在你那儿吗？刚不是还给你了吗？小乞丐。两位，菜还合口味吗？掌柜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的钱刚刚被门口的小乞丐偷了，您看能不能……什么？我见两位刚刚大方行善，原以为你们是热心肠大好人，不曾想也是用此俗套来骗吃骗喝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掌柜的，您别误会。像话，没钱也能误会？就是。没钱给，掌柜的就报官吧。哼，不愿见证我们被偷盗也就罢了，两位又何必如此冷嘲热讽？我可没看到什么被偷，焉知你们不是合伙骗吃骗喝的？跟我们一起去官府分说。欺人太甚！哎呦，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了！滚开！沈公子真大方。哟，这不是静奇司的阿荣、阿丽两位小姐姐吗？沈侯爷，您快劝劝他们吧，东西要是打坏了，本店可就惨了呀！不怕，打坏了我来赔。难得看美女打架呀！那沈侯爷，我可记你账了。可以，快去给我搬把椅子来。好嘞，马上搬。你们是静奇司的人？怎么现在才知道？已经晚了。哎呦，文爷，你高抬贵手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求你了。你老看人家做什么？你老看我做什么？人家哪里看你了吗？哎，你不看我，你又如何知道我在看你呢？哎呀，你好讨厌呐！两位小姐姐，快住手！不就是一顿饭钱吗？本侯爷替代不行吗？
沈侯爷不惜身份尊贵来帮他，莫不是垂涎他的姿色？你当本侯是什么人？既如此，沈侯爷就不要干涉禁骑司抓人。哎，两位可以不给我面子，难道禁骑司副指挥使的面子你们也不给吗？侯爷何意？傅大人公务繁忙，特交代本侯今日前来接应这位女子，你们还打算抓她吗？这，荣姐，九公主还等着我们过去呢。沈侯爷，既然是个误会，那我等就先行告退。不送。这丫头来历不明，我们会去禀报九公主。废物，2个人居然还打不过一个野丫头，禁骑司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禀九公主，我俩刚要将其拿下，谁知沈侯爷过来说是替傅大人接那野丫头的，这才……什么？替傅大人接那野丫头？是的，沈侯爷就是这么说的。沈谦，你要是敢带那野丫头去见我琛哥哥，我跟你没完！九公主，您消消气，我猜8成是沈侯爷自个儿见色起意，故意借傅大人压我们的。你的意思，那野丫头还有几分姿色？哦，不，论相貌，她跟您比，简直是野鸭和凤凰的区别。我要冷静，冷静。九公主，我看那野丫头像是从北边过来的，不像是跟沈侯爷很熟的样子。北边来的，那很有可能是北夷的奸细。奸细？对，就是奸细。我定要将他绳之以法。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当然是先甩掉这个尾巴再说。我替2位付了饭钱，2位不辞而别，这有点不合适吧？刚才多谢沈侯爷相助，您垫付的银两，我过2日定当奉还。笑话！你以为我是来要钱的？我来只不过是想结交朋友而已。是个登徒子，你先跑，我来拖住他。跑什么跑？就按他说的，交个朋友，正好找机会落脚。啊，不甩尾巴了？禁骑司的傅琛跟你很熟吗？当然，你有何事啊？你能帮我引荐去禁骑司养马吗？这有何难？哎，不是，你这么一漂亮大姑娘家的，为什么要养马呢？我只会养马呀，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？不帮这朋友就没得做了。好，我帮，请跟我走。去哪儿？傅傅。走就走，谁怕谁呀？哎，你疯了？咱们这一去，不就自投罗网了吗？你傻呀，他又不认识咱们，怕什么？一会儿随机应变就是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傅琛跟我是世交，你要有什么难处，只管告诉我。吹牛，等你帮我把这份养马的差事搞定，我就信你。哼，等着。这里就是禁骑司副指挥使的宅子。那你等什么？快带我们进去啊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啊，侯爷来了。您的脸……傅琛呢？我有事找他。很不巧，我家少主进宫去了，还没回来。那他预计几时回来？不好说，有时早，有时晚。如果当夜指，就不会回来了。人不在家。切！等一下。老黄，
我有急事找傅琛商量，今晚不管多晚，我都等他。好，那侯爷你们进屋等吧。准备一些点心什么的啊，我还有客人呢。老朽这就去准备。你们请进。来吧来吧，我跟傅琛是铁哥们儿，他家就是我家，你现在信了吧？我勒个乖乖，那个家伙可不能碰啊！即便你是养马的，那也不行。那可是一匹野性十足的烈马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没开玩笑，那家伙已经伤了好几个人了。是吗？由于城门从内打开，北夷人趁机攻破唐军的防线，幸得唐军上下殊死抵抗，等到援军的驰援，白城这才失而复得。刚刚傅大人说城门是从内部打开的。是的。大将军有勇有谋，加上白城坚固高耸的城墙，绝不会因为部分主力调防就导致会战败。这其中有什么缘由？大将军是否与北夷有瓜葛，都还得进一步查证。我来作证，大将军绝无可能投敌叛国。圣上，二皇子擅自调兵，已是戴罪之人。何况他在北夷为治多年，目前还不能解除其嫌疑。禀父皇，擅自调兵一事，儿臣自会领罪。但白城一事，还有人能证实？谁呀？大将军之女唐英。夫专诸之子王僚也，会行西岳；聂政之子韩归也，白虹贯日；姚离之子庆忌也，苍鹰之云殿上。此三子皆不义之死士。公将身死，终不能逆天下大势。父师必怒，父师二人有血无步。留得有用之人，才有机会洗脱唐家污名。唐家剩我一个活死人，洗脱污名更与谁人说？你父亲希望我们好好活着，你也要为活着的人着想。你说什么？你妹妹，她还活着。她现在何处？她跟二皇子颜朗一起到了京城。唐瑶之女啊，唐家还有人活着？是唐瑶之女，人在何处？禀父皇，人就在殿外。宣唐瑶之女唐英进殿觐见。民女唐英参见陛下。你就是唐英？正是民女。好，既是唐瑶之女，那你给朕说说，白城一役到底怎么回事？是，陛下。那日二皇子回国途经白城，北夷人趁机突袭，家父带领白城守军殊死抵抗。家父一开始误以为这只是北夷人常规袭扰，不曾想他们是蓄谋已久，居然是调主力攻打白城。最终家父和兄长寡不敌众，直至战死。这个傅大人可以作证。看来
唐尧还真是忠臣良将啊，可惜了。那破城当日，城门是从内部打开的，这又作何解释？这是左相呢。回左相大人，北夷主力军在攻城当日，其实就早已安插细作，乔装成唐军，在悄悄打开城门。家父的得力爱将于将军，就是死于那帮细作之手。之后纵使破城，家父丝毫没有退缩，依然决绝与北夷骑兵展开巷战。只不过，家父和兄长没等二皇子搬来救兵，他们就壮烈殉国了。唐英刚才所说句句属实，他父亲绝无叛国投敌之时，恳求父皇明鉴。陛下，唐尧忠肝义胆，对朝廷绝无二心。臣愿以项上人头作保，恳求陛下撤回唐尧之罪名，以安军心。恳求陛下撤回唐尧之罪名，以安军心。哎呀，不是跟你说了别碰他的吗？啊！九公主，哎，这是谁惹了咱们美貌又可爱的九公主啦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起开！你俩是有什么误会吗？沈谦，你竟然带这么个野丫头到我琛哥哥家里来，我打死你！让开！小心啊！你不要命了！请父皇恕罪。唐尧的罪名是儿臣处理草率了，朝廷对唐尧委以重任。然白城一役，处置失措，险丧国土，此罪恐不能免。如何处分，还请右相教我。唐尧毫无过错，此番一定要洗清冤屈。敢问右相和诸位武臣大人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好了，唐尧一事就到此为止，朕不想再议了。陛下，臣还有事启奏。还有何事？二皇子理应嘉奖。这倒新鲜。先前你不是要追究他擅调兵马之罪吗？现在为何又改变主意了？回陛下，其因有三。愿闻其详。二皇子自幼北上为质，于大齐有功乃其一。白城一役，二皇子临场应变，杀伐果断，使大齐国土失而复得，此乃其二。其三，救下唐大将军之遗孤，此举可慰藉我大齐3军将士。陛下，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臣等附议。既如此，陈爱卿觉得朕该如何赏赐？赐宅封王，那是自然。还有呢？赐婚。赐婚？天剑在下，有命既及，此乃天作之合。若得陛下赐婚，也算是告慰唐军亡灵。此举也能彻底堵住那些悠悠之口，望陛下明鉴。元老，你可有迎娶唐英之意啊？回父皇，儿臣愿意。好，那朕就封你为襄王，国礼部择吉日，准备襄王、襄王妃的大婚之礼。儿臣叩谢父皇隆恩。备朝。
王万岁！万岁！皇兄先请。先王殿下。是父臣。啊？看他要干什么？傅大人，何事？下官想请唐小姐协助我查清白城一役的真相。傅大人，刚在朝堂上，父皇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你这样恐怕不妥吧？殿下，此乃禁骑司的职分所在。可是父皇，元老表哥，严波表弟，不是说好在外面等我们的吗？哎呀，我看你们老半天了都不出来，我就进来看看。那个，怎么还有事儿啊？哎呦，傅大人呐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跟表哥去见长公主了。襄王，黄公子，父母告辞。走，表哥，让我来驾把车。小黑乖，乖，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！别怕，别怕。哇，张姑娘厉害呀！哎，快，赶紧下来！别过来，再等等。啊！你都没有驯服的野马王，被他给制服了，厉害吧？他是？你说就凭他这样的本事，去你们禁骑司当个司马官，应该是绰绰有余吧？禁骑司。本公主可带你去。好你个野丫头，敢跟本公主作对，找死！黄石岭，跳！小姐小心！哎，要干嘛？那是皇室公主，你想害我们斗诛九族吗？那也不能。姑娘，抓住我的手！不必了，我瞧着这畜生气性还挺大，且让我玩玩。还玩？张青，赶紧让他下来吧，太危险了。是吗？我现在有点担心那匹马了。你们，小心！殿下留步！恭喜殿下！喜从何来？殿下，今日朝堂上主动担责，为皇上分忧，顺理成章地让皇上成了最大的赢家。可人家现在封王赐宅，已经跟我平起平坐了。此言差矣。二皇子回国，即使没有白城之功，他一样也会封王赐宅。然后呢？这说明什么？今天我在殿上说话，可是有点冲着右相和武禅去了。殿下今日在群臣面前维护龙颜，又对廷臣结党做了敲打，恐怕正中皇上下怀。旁人袖手空谈，心性道德，又怎及殿下这个有用之人？哦，言之有理，请老师到府上一起用膳。他怎么跟唐英如此相像？莫非？你要干嘛？你不是要当马夫吗？那就先在傅府试干3个月，如何？好你个伪君子，还想占我的便宜！
我审。好啊，我不仅能饲养马，府府上下的伙食我也包圆了。你不是受伤了吗？有点闷，我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，促进一下血液循环。拜拜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卷起来的实习生好马吃。努力背锅到月底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王叔，去买菜吗？啊，您快去快回。好。春去秋来月如梭，养膘千日再结实。晚上给你们做夜宵啊！谢谢张姑娘。起早贪黑不辞苦，努力换个小古奇。听话，不然我就捶你哦。王叔回来了啊！晚上还是我来做饭哈。那怎么好意思老让你来做饭？嗨，没事儿，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。真是个好姑娘啊！小黑，多吃点，长壮点，别跟某人一样瘦不拉几的。傅公子回来了。您先休息下，我这就去准备饭菜。张青，快去叫他们吃饭。嘿，王叔，开饭了！好嘞，来了。哦，你个乖乖，这些菜咱可没吃过呀。吃？我连见都没见过。都饿了吧？大家坐下吃吧。好。哼。好家伙，有好吃的也不叫我。可是，你手艺什么时候进步了呀？这是人家张姑娘做的啊？是吗？没想到张姑娘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做菜也是一流的呀。你们也吃啊？看着我干嘛？哎呀，就当自己家一样啊！来，吃，快吃！我再去盛点汤。真好吃啊！